你有平安无？世间直直变化真大，你有平安无？心内真正爱真定着哈。不管外口发生什么代志，不管咱的人生拄着什么代志，牵条上帝，相信上帝，甲上帝抓好条，吼 ，OK 哦。咱即个是咱用欢喜的心，准备要来开始咱今仔日入上帝的殿院，要来亲近、来学乐、来敬拜。咱即个是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来。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对敌。伊废除犹太律法的改变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敌，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这真要紧是两边合做一个，两边合做一个。通过基督做成即个，互两边合做一个，感谢上帝。咱嘛是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通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咱已经变做上帝的啥宝贝仔囝吼。咱嘛要做一项事。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有真侪两边。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有真侪拆利隔离，总是咱基督徒爱诚做迄个合合。互两边成做一个，来，咱来看这首诗，咱来看这首诗，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113首，我来朝见你的主，来。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伊热哭，所幸无救助，为着可怜我，你目受涂炭。我一切光路，求你来逃帮。第一再搁一摆来，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伊热哭，所幸无救助，为着可怜我，你目受苦痛，我一切光路，求你来逃帮。来，咱来看484首。484首。
啊，这首歌可能对咱拢较新哈。来，互伊注意哦，互伊注意。啊，毋知啥物人会当唱这首歌，会当 ，OK， 会使哈。哈，好，那会当诶，毋知啥物人会当搁举麦克风，嘿，对，你对咱拢是新诶哈，感谢哈 ，good， 好来。拜，创造天地之先上帝，推归推甲地，一切生命活起源头，我分我甲世，你有敬山河塞团队，春天来看星。万国情根就更换，转地的革命。OK， 真好哈！来，咱三甲来祈祷，开始咱今仔一个敬拜。是阮的主上帝，阮用欢喜的心伫你的圣殿。现在这个入来到伫你圣殿，所有你的百姓，拢是你手中的宝贝仔囝，拢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滴一滴对十字架滴到阮的头遐，对十字架滴到阮的头遐，然后洁净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徛伫上帝面前。感谢救赎主的恩典。感谢圣神伫阮的一生的中间，无论阮伫什么款的年龄阶段，你一步一步引带。这个教会是属你的教会，永福教会受起造已经59年，要进入60年。亲像一家子，已经完全对少年直直变做一个成年。愿永福教会会当成做一个，互这个分离的社会会当得到更好，互不安的人会当伫遮找到因的平安。互生气的人会当伫遮看见耶稣基督的牺牲疼痛，成做一个放乐、佮促进和平的人。感谢主的恩典，通过台湾新南院对100多年来直直伫咧训练上帝的使者，到各所在传福音、报好消息，然后福音直直广传。上帝也恳求你帮赞，互阮的新南院成做一个热情传福音的栽培的场所，阮毋但会晓治理教会，阮阁真正有热情会当服务这个社会。通过听教服务来起造上帝荣光的国度。但今仔日的敬拜，阮要纪念台湾新南院，恳求你接纳阮吟诗阿乐的声，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说平安，平安。感谢主，感谢主，也疼痛，互咱组织。咱今仔要用咱个三角组织来敬拜，学到咱的主。咱个三角组织，咱个三角组织来学到主，咱个三角组织同心合意，奇妙事日较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角组织来
阿乐主。准备请兄弟起立，咱用来阿乐主来三甲请安问好，来阿乐主，感谢上帝，来阿乐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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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主，感谢上帝。咱伊冤徛咧，全部身体较慢慢人坐来无要紧。来，咱个三个主持来阿拉主，咱伊冤徛咧。较无拄好。咱个三个主持，当心合意。主你他们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持来阿乐主，咱个三个主持来阿拉主，咱个三个主持来阿乐主，咱个三个主持当心合意。主你他们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持来阿乐主。现在请坐，是咱三个主持来阿乐主，因为天父伊对咱恩典真正大，日日拢来因带。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伊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生肖伊的阮，日日也有存，无知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阿乐开声吟诗，予天的拢总三甲欢喜。是天父恩典真正大。伊的恩典充满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亲像基督充满教会。上帝创造日头、空气、甲水，甲创造咱人类，互咱环境，上帝拢创造好、准备好。咱个一遍每一天，咱领受感谢上帝对咱恩典。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伊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生肖伊的阮，日日也有存。无知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甲伊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阿乐开声吟诗，予天地拢总三甲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生肖伊的阮，日日也有存。无知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甲伊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阿乐开声
拢总三角欢喜。是天地拢总三角欢喜，那么欢喜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咱一生要来仰慕伊。你是我主，我的仰望。你是我主，我的仰望，这做我坚固就我甲归人。我要你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原来甲敬拜。我的心渴望，要予你欢喜，我相信有你归你是我主，我的仰望。你是我主，我的仰望，这做我坚固就我甲归人。我要你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原来甲敬拜。我的心渴望，要予你欢喜，我相信有你归我敬拜。会众请起立。恁着感谢耶和华，求救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这是咱三角来用上帝的10条诫来念。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容允用伊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1000代。第三诫，因为人善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守伊做事，6日内应该着完，做伊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安息，7日你查某囝、精神以及踮伫恁中间的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天地海甲中间万有，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互伊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伊的地得到久长。第6诫，第7诫，通行甘霖。第8誡，第9誡，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你厝边的厝，毋通
你厝边的某、萝卜、驴鼻、牛、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是咱犹原徛咧，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稳定的天父，阮谦卑诚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平安、恩惠伫阮的身上，互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院，学乐敬拜你。阮知阮是有罪的人，伫生活中，阮高估家己，赢过一切，恳求天父赦免阮的过失，互阮时常警醒阮家己，谦卑家己。来尊主最大。本主日是台湾新人院的奉献主日，这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栽培侪为主做工的传教者。学院侪事工，无论是软体或是硬体的建设，拢需要兄弟支持、甲代祷以及奉献。恳求天父感动。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有份伫即间学院的事工的内面。亲爱的主，伫即个拜六，阮台湾要举行9合1的选举，伫即段时间侪互阮艰苦，无论是信息有假民调、假信息。来造成阮人民内心的惊吓、混乱、艰苦。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位台湾的人民有一粒分别好甲歹的心，伫即边的选举，真正会当选出为人民咧做代志的行政首长以及民意代表。互即个公义伫台湾即块土地会当彰显。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监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61篇，是圣诗后壁面启应文61篇，嘛是以弗所第2章。我来刻兄弟来印。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
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这是咱三角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4章1节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节到16节，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第1节，所以我踮伫主做受烦的劝恁，行代志，着合伫所受的调。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旨意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第4节，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受调的愿望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众人的爸。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伫万有，踮伫万有的，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第8节，所以讲，伊升悬的时，就掠遐个受掠的，也将这个恩赐分互人。但既然讲伊升悬，敢毋是以目降落伫地下嘛？第10节，迄个降落的，就是迄个升悬伫这个天的顶面的，要充满万面。11节，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车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躯，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就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14节，要互咱无搁做囡仔，互伫逐样教示的风摇带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致到互人凄妙的法术。15节，是踮伫仁爱，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16节，对伫伊全身结合联络，就是对百节的三接应。照逐体该然的运动，致到身躯那中大，伫仁爱家己起造。以上愿上帝祝福听透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以弗所书4章13节。咱大声来用台语，咱做伙来念。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华语我们也来念一次。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合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上学老，咱请圣歌队。圣歌队要吟的诗是：全地着上帝出声。
讲道，本周是台湾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大神有派罗凤泉牧师，伊是旧约的老师，伊要来甲大家请安甲报告。大神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互基督充满教会”，咱将以下的时间交予罗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主来真感谢王牧师，感谢永和教会兄弟姊妹我有这个机会代表新学院来甲大家请安，来分享上帝过去伫新学院内面所做的工。我目前伫新学院内担任圣经方面旧约的教学，伫遮代表院长陈尚林牧师甲全体师生来感谢教会长久以来对新学院的支持，伫关心奉献，伫大道的顶面，拢甲新学院做伙同工，做伙来仰望上帝，伫新的时代来做成新的事。愿主继续来帮赞伊所设立的教会，伊所设立的新学院，来继续仰望伊的快乐。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愿深深感谢你的疼痛。你伫创造世间的大生，就伫基督内面竞选教会。
求主赏赐圣神保惠师，拍开阮的耳孔甲目睭，也牵起你的落魄的喙唇，互阮会通做伙来明白你对你的教会，你对这个世间的疼痛，甲你启示的奥秘。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伫分享的大声有一出介绍新行业的影片，要来请咱的同工来放互大家来欣赏。主前445年前，先知尼希米伫个波斯宫殿中，知影伊的故乡耶路撒冷圣殿被破坏真正严重，伊就非常艰苦禁食祈祷。当我知影台湾新人院因为立案的关系面对最的困难时，我就伫祈祷中甲上帝讲。我愿意学习尼希米当时的跨路甲负担，希望我会当决心为着台湾新人院，请做一个真正好、搁优质的升学教育的所在。台湾新人院亲像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教会有圣殿通去敬拜，但是培育传道者的新人院。伊的城墙确实破坏。2010年开始，新学院准备向教育部来申请入案。2年后，教育部派评鉴委员来学校看，因发现学校的宿舍甲教室拢非常的旧。若要申请教育部入案，学校就要重新征收，来确保学生上课甲大的品质。台神这个土地是环境保护区，受到禁建的限制。虽然教室、宿舍拢是50年前的建筑物，却无法度起新的校舍。阮面临真大的经费的问题，我请全校的师生甲董事会为着这代志迫切祈祷。除了经费以外，还佫有制度面甲法令规定等等的问题。每一项代志，阮拢毋捌当着。伫拄着挫折甲困难愈来愈大的时，上帝赐下伊的恩典。2014年，真侪热心的董事、教会的长老甲兄弟姊妹同心祈祷了后，共同来成立尼希米赞助会。1年后开始整修礼拜堂，同一年大洲町教会也奉献1笔钱来整修校友会馆。伫这个入案的过程，上帝听咱的祈祷，帮助台神通过各种的挑战甲困难，最后通过教育部的入案，伫2016年招收第1届的学生。台神的入案虽然充满着困难甲挑战，却互咱更较看见上帝听台神的心意，而且校舍的重建也阁继续伫咧进行。我非常感谢上帝，伫上界关键的时刻，感动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关心新学院的硬体甲建筑物，安尼，互学校的老师会通更较专心伫对学生的教学甲灵性的培养。通过教会兄弟姊妹甲新学院老师的合作，咱同心起造教会，就亲像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提兵器。对天曝光到日头落山的时，为着要起造城墙。我非常感谢所有关心神学教育的兄弟姊妹，亲像圣经所讲的，对耶和华所得到的欢喜是咱的快乐。
愿上帝纪念遮所有的一切。不过，城墙还未完成，新学院的整修也阁剩最后一里路。所有受上帝拣选的兄弟姊妹，咱着爱奋起，来完成这个时代修整城墙的大使命。伫即出影片内面，咱看见伫每一个新的时代，上帝所拣选的教会，上帝所拣选、所设立的新学院，拢面对真侪需要，面对真侪挑战。总是超过人想象的是，上帝伊愿意来呼召咱未信的人来甲伊同工。上帝伫咱看到上帝互影片中间的林长老，伊有看见台湾新学院即个培育未来传道者的所在，伊的宿舍、伊的教室毁坏真严重，就呼吁更较侪兄弟来参与伫新学院校舍更新的过程。这兄弟因看见新学院甲教会是一体，若是新学院更新，上帝教会的更新才有希望。感谢上帝，伫过去10多年来，上帝已经带领台神完成真艰难的教育部的立案。目前所有的硕士班拢得到教育部的承认，无论是训练传道者的道学硕士班，训练音乐侍奉者的教会音乐硕士班，还是关怀心灵受伤者的灵性咨商硕士班，拢希望伫即个立案了后，会当来继续提升品质，互献身者得到好的装备。接续未来的5年，上大的挑战就是希望互台神原地这属伫保护区禁建的土地，会通过土地变更的手续，安尼才有法度将这损坏的建筑物宿舍做一个更新。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也邀请大家为着新学院继续来迫切祈祷，通过大家的支持奉献，互新学院有能力整修校舍、整修教室，互学生专心伫灵命、伫学业顶面来中进。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也讲到起造，毋过使徒保罗伊所关心的起造，毋若是外在的建筑物，伊将起造的对象扩大到整个上帝的百姓。以弗所书这张批信伊写作的时，是使徒保罗受关押做囚犯的时阵，伊身体受真大的困迫，总是伊的心切切笑念伊过去温困建立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伊看到教会内部这个纷争，包括犹太基督徒甲外邦基督徒中间的冲突，也毋若安尼有假教师的影响，致到教会有分裂的危险。所以保罗伊尽力去讲教会本质是啥物？教会的本质是啥物？伫这本册内面，保罗讲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就是要互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荣光，会当充满伫上帝的教会，充满这个普世间的教会的中间。若是安尼，咱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一部分，咱怎样互基督丰盛的稳定，伊的荣光充满伫教会内面？各位兄弟，咱敢捌真足去甲想过，证人咱拢是耶稣基督身躯，这个意义是啥物？咱这个世间有遮尔多
无共款的温素、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背景的人，若是斗做伙来成做一个身躯，安尼敢有可能？相信咱细汉的时阵，拢有耍过两人三角的游戏，知影讲，若是两个人将手将脚甲绑做伙，叫伊行一步路，安尼就真困难了。若是教会要成做基督的身躯，遮尔侪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脾气，要做伙，搁较困难。总是望，毋是在伫咱，是在伫上帝。保罗伊伫第1章的23节安尼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上帝早就伫世间受创造的大先，伊就定义，伊就预定，爱咱有一日成做基督身躯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一个人是伫基督的内面，无论是属伫叨一个国家、叨一个民族、叨一个性别，还是社会阶层，拢会当因为耶稣基督来拍破彼此的隔离。以弗所书互咱看到一个真开阔的教会观。教会毋敢若是一个地方性的堂会，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咱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废除人甲人中间迄个隔离的墙，也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咱会当来放下家己本身咱的骄傲，成做互相成做一体，成做耶稣基督奥妙的身躯。咱现在看家己教会的模样，可能有缘会感觉讲有真侪无够野的所在，总是使徒保罗甲咱勉励，咱继续努力，要来成做真正忠诚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咱来努力的目标。所以伫今仔日经文内底，保罗甲咱讲，教会怎样带着愿望来成做互基督充满来行。大先，保罗伊讲，基督身躯内面的生活是需要用灵性的品格来建立。第4章第2节讲，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相宽容。谦顺、温柔这款的品格，伫现今的社会检采是哪来哪少人会当来欣赏。总是伫教会建立的顶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因为只有用谦卑的心来真实欣赏别人的优点，基督的身躯才有法度建立。我并无讲真正看 NBA 篮球比赛，总是我有注意到最近过去这2年NBA 篮球比赛的总冠军拢是同一队摕到。咱在座的若是有看 NBA 的电视的转播，应该会知影，这队就是这个冠军的组合就是 Stephen Curry 还有 Kevin Durant 因所带领的金州勇士队。这个 Kevin Durant 伊是较悬的迄个，就是咱看到讲身体迄个汗臭较勇的迄个，迄个 Stephen Curry 就是迄个较矮的迄位。当 Kevin Durant 伊加入勇士队的时阵呢，其实 Curry 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投3分球足好的一个金州勇士队的后卫。Durant 进前呢，伊伫雷霆队，伊也是一流的运动员，伊是一个前锋。所以这2个人拢非常的优秀，2个人拢捌得到全联盟上界有价值的篮球员。所以当Durant 伊讲好，我要来加入金州勇士队的时阵，其实大家拢等咧看好戏，无论遮记者还是讲球迷，拢注意看讲，到底这2个 MVP 是毋是真正会当来谦卑合作，还是讲因干那要证明讲我是这个队上厉害的。当今年总冠军比赛第3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这个第3场的中间，
用处理拍甲真辛苦，互对方的即个骑士队收条条。本来3分球真准的 Curry， 伊连续投6-7粒拢无入，对方将伊看条条，所以迄暗伊其实无法度发挥。Curry 伊会当，伊做一个后卫，伊会当亲像其他的大明星，继续将球摕条条，尽量去投，总是伊无坚持家己出头，伊将球尽量传互 Durant， 传互伊的队友。互即个队友会当全力去发挥，结果迄暗就靠 Durant 伊摕超过40分以上来拍败遮尔厉害的对手骑士队。比赛了后呢，记者就问 Durant 讲：英暗上界关键的一球是哪一球 ？Durant 呢，这个时阵伊并无夸口家己的功劳，其实伊有真好的理由会当讲我上好。总是伊选择学到队友 Curry， 伊讲是 Curry 所投的一粒3分球来改变整个比赛的结果。我想这是团队的意义。团队是看重整个团体的需要，整个团体的目标来赢过家己的目标、家己的追求。团体也是时刻会当徛伫家己队友的身躯边来支持伊。其实伫基督的身躯内底，咱也需要这种会当来宣传别人、来宣传整个团体的文化。英国一个真有名的牧师约翰斯托德，伊讲谦逊、谦虚是啥物？谦逊就是承认别人的价值甲重要性。也就是讲，耶稣基督伊因为有谦逊、谦卑的心智，直到伊摒空家己，成做仆人。所以，咱教会若要成做基督的身体，咱需要对基督来领受谦卑、温柔的特质。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有宝贵的价值，才会通正面去肯定别人。整个团队才会当正面来运作。第二，咱接续来看，教会若要成做基督的身体，就需要对信仰甲对基督的人物的顶面来合一。4章13节，互咱真重要的提醒，就是讲教会的目标是要得到咱众人的信。以及捌上帝囝来合一，到成做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所以，这个会当互咱伫基督的内面忠诚的信仰的基础伫大咧，就是第40到第6节所讲，有7个一，因为迄一个神一个，亲像恁受掉的5万要一个。主一个，神一个，设立一个，上帝一个，最正人的背，拢总有7个合一的基础。教会会当成做一体，是因为咱信仰有共同的根基。其实咱看到讲，譬如讲咱看台北、中部，还有南部，咱干那看长老教会内面，咱就有无共款的一寡形式。总是咱会当相信，咱嘛真欢喜的，就是讲无共款的教会，可能礼拜小可无共款，总是咱所相信的基础是在伫耶稣基督，是伫圣神，是伫上帝，是咱正人的背。所以虽然教会有遮尔多的无共，所以上帝的身体有遮尔多内面大部分的无共，总是共一位上帝创造咱，通过共一位圣神，互咱对基督有真实的信靠、甲学习、甲认捌。伫遮嘛要甲大家互相来勉励、互相鼓励，就是咱无停止对信仰真理的追求，也无停止咱共同的团契生活。因为就是伫咱共同的团契生活中间，咱会当更较深认捌基督身体的奥妙。最近我有参与伫佛西的家人中山教会。
开始有青年的敬拜团认识。其实这个开始认识，其实个非常非常的无成熟这个青年敬拜团内面的成员，这个青少年，其实拢是对社区民间宗教的背景来的。一开始咧教会的团队就是我的太太有一个感动，讲咱要来做伙来组一个团，大家认识，就邀请这个青少年。其实这个青少年因无学乐器的背景，总是因为有一个心想要来学习，所以因就开始来认讲，我要带一项乐器，要来学。有的人就练吉他，有的人练贝斯，有的人练拍鼓，有的人就是讲我来唱即个人声的部分。其实一开始的时阵嘛是真哩哩啦啦，无讲真正会晓。总是互大家一个目标伫遐，就是会当有一日会当徛伫台仔顶，大家共同来弹出一个和谐的声音，来带领教会兄弟姊妹来敬拜上帝。也只有当大家练习的时阵，拢会当互相配合，整体性会当成长，安尼才会当带出真感动人的礼拜。这互我想到，教会本身其实咱嘛会当将伊看做一个敬拜团。若是咱要带出有快乐的见证，咱就爱大家做伙伫灵性、伫信仰的基础，伫圣经顶面做伙来成长，安尼才有可能。也就是讲，咱大家爱同心追求认识基督，安尼基督伊看无家己，伊的活命的精神会真实奠根伫咱的生命内底，互咱群体的生活会当有合一，咱才有可能伫即个时代来见证基督身体的合一。第三，咱继续来看，教会需要领受圣神丰富的赏赐。拄则讲到，教会合一的基础是圣神，总是教会丰富多元的基础也是圣神。伫第7节，保罗讲，咱逐人拢有得到恩典来领受基督所量付逐人的恩赐。这个道理，保罗伊引用诗篇第68篇18节来说明。伫遐讲起，你已经上到悬的所在，你掠迄个受掠的，伫人的中间受因所限的。这本来是指上帝伫出埃及的时阵，战赢对敌，了后伊就上悬天，坐伫宝座来接受所有受掠的对敌的奉献。总是保罗将这段诗篇的经文做一寡新的运用，伊转一下，伊运用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伊安怎讲？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伊讲，伊就是指基督，伊升上悬天的时阵，就掠遐个受掠的，将逐样的恩赐分互人。所以这是啥物意思？其实伊是讲起基督捌有降价，基督捌伫十字架顶降价受苦，总是伊也过活，伊过活了后，上帝将基督升悬伫天顶，也因为基督战赢所有黑暗的势力，了后伊就将所有伊的恩赐分予伊所听的教会。耶稣基督怎样将恩赐分予伊所听的教会？就是通过圣神的降临。伫头一个五旬节的时阵，圣神将逐样的恩赐才能拢分予教会每一个信徒，互因来继续来建立教会。今仔日圣神有缘做这个工，若是咱愿意，若是咱追求，逐人拢会当对圣神的恩典来领受无同款的恩赐。也因为安尼会通有建立教会的能力甲快乐，也因为安尼，教会要互基督的丰富来充满，
就需要每一个圣徒拢发现家己的温数。第11节到12节，伊讲，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测验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保罗伫遮所讲起的5种起造教会积分，其实是主基督为着建立宇宙性的教会所施落的温数。今仔日圣神有缘赏赐这的温数给教会吗？我相信是。严格讲起来，今仔日无人阁有使徒甲先知的身份，总是圣神有缘赏赐少数人有使徒的特质，会通做宣教的先锋，用远大的眼光带领普世性的教会。圣神也使一寡人有先知性的特质，会通将上帝话阐明，指出社会性、个人性的罪恶，互人会当反悔罪。圣神有缘赏赐一寡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温数，会通用有效果的方式来见证耶稣基督，领人归主。最后，保罗有讲起牧者甲教师的温数，这两种温数，咱会当将伊分开来看。总是一个牧者是要用什么来养饲羊群，是用上帝的话。所以每一个牧者，某一种程度，也应该是一个好的教师。咱这个世代也需要有更较多好的教师。来将上帝的话来解释、来阐明。其实，咱应该感谢上帝，无将所有的温数拢放伫同一个人的心中。我本身是一个真爱读圣经、真爱帮助人来了解上帝话的人，可能较有教师的特质，总是4年前。我拄到一个真趣味的经验。当我的太太伊本身是一个传道者，受派到基隆港边基隆中山教会去遐服侍的时阵，因为看见教会无啥物青少年，所以阮就开始做青少年的工作。迄时阵我想讲，安尼我会当来教导因圣经，所以我就对遮个外来的青年一直讲圣经，结果因拢听无嘛，感觉我咧碎碎念。所以无啥效果，总是上帝使用我太太真活泼的特质，来甲少年人建立关系。这青少年因真爱甲伊来伴暖，渐渐就受到吸引，愿意来教会聚会。上帝也使用一位男性的执事，伊了后受选做长老，伊真肯做，真亲切，也真愿意来陪伴青少年，陪因拍电动，陪因参加活动，或者特别是查甫的青少年真愿意来教会，所以我就看见讲，其实这个温数，每一个人特质，教会拢需要，拢通过这无同款的特质，互这个青少年渐渐会当学习信仰的特质，愿意来慢慢伫基督的身躯的内面来成长，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奇妙的所在。咱无一个人会当讲，我无需要同工，牧师无法度安尼讲，长老无法度安尼讲，执事无法度安尼讲，因为咱所有的人，咱需要互相伫基督的内面，通过祈祷，通过操练来发挥家己的温数。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照基督的方式来赏赐咱温数，来建立教会。伫遮也要特别请大家为着新学院来代祷。咱也希望上帝教会得到更新甲建立，请大家一定爱支持新学院，为着新学院来代祷，互阮阁有互台湾逐所在的新学院会通栽培。更较侪人捌真理，
温困做工的牧者、教师、宣教师，在座兄弟，若是你本身有受感动，看到家己伫建立基督身体顶面的责任，有感动要奉献家己来做专职的侍奉，请你也继续祈祷，愿圣神伫你的内面来做工。若是大家中间愿意来伫做兵信徒，做一个信徒有缘伫教会有更较侪的侍奉，嘛会当伫神学院来参与伫即个神学系的课程，来受装备，来加强家己侍奉的能力。最后，教会需要伫听甲真理的顶面，互基督做头来充满。基督伊是教会的头，上帝已经互基督升悬到天顶，要来充满万米。所以咱会当有信心，相信当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充满的时阵，咱会当勇敢来做好家己的职分，用基督的眼光来看现今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基督的身躯的大部分，若要结连，只有靠彼此的同心。每一个人结连伫耶稣基督，也就是教会的头。结连伫耶稣基督做头的意思，就是讲，咱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主权，咱会当用谦卑、温柔服侍兄弟，接受基督对咱生命的塑造，伫到咱的身躯，也就是教会，会当拿中大，满有耶稣基督的丰盛。愿主